后来乡亲啊，中国讲，咱台湾的石板验出着禁药，唔爱甲咱买咯。安尼打屏东饲石板的养殖户，看要安怎才好？是要甲这石板卖去打，啊，搁要安怎卖才好咧？县长潘平安气噗噗，炮轰农委会无作为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受到影响的3600栋的石板，拢已经规划好势咯，会甲各大通路来合作。做内销，搁兼做外销。7月初一就会启动相关的措施，会全力帮助石板鱼的产业来度过这届的难关。我问过我们农委会，我们问过农业处，我们的包括渔政单位没有任何的接触，所以令人遗憾。屏东县长潘平安批评农委会讲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板，影响屏东的养殖户，农委会说拢无作为。我们自行的联络加工厂，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农委会的冻存机制是怎么样，没有任何人的通知，我们真的很遗憾。到目前为止，产地促销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只能自食其力。中国6月13开始禁止台湾的石板，屏东县是石板主要的养殖地，产量嘛占全国的5成以上，直接受冲击。石板要卖去倒位，安怎卖？潘平安讲拢唔知影，无收到农委会通知。我们随时都有耐。那在6月10号晚上，那遇到中国片面暂停我们的石斑鱼输出到对岸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跟潘县长说明所有的事情的缘由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中国6月7日公告13号要禁止台湾的石板。12号行政院长苏贞昌随路南了解养殖业状况，制定相关计划。即马受影响3600栋的石板，农委会买来加强来外销。相关的措施，我们会在这礼拜更完整提供给地方政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7月1号才开始要来正式的启动所有这些措施，那价格现在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。陈吉仲搁一摆强调，和潘平安的沟通无问题，嘛要甲苏贞昌前后办做总铺师来煮石板的料理，嘛真积极甲国内连锁超商、购物电视、购物通路合作来卖石板，绝对袂互养殖业者家己面对失败难关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